哈哈哈哈！刘元贵，你若无摕3000两银出来，我要将这两只石狮，给你钉吊你大门口，让你永远袂当出入啦。啊啦，定嘞。3000两，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哪有一时确实是摕袂出来啊。哼！阿爹，爹，咱内面小房哦，敢若剩300两尔啦。这位好汉，这是300两银，请你收起来，并且将这对石狮搬回原位如何啊？哼！你当作我是3岁囡仔呀？你用300两要来骗我？啊！请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呐！啊！无时间甲你遮啰嗦啦，3000两要摕出来无？没有，袂使减。没有，好了。好，我摕互你。委员，万伟，这两只石狮是简单，互我来拿。你是讲你有办法？无唔对，免过来花这个3000两银，互我家己坐来试看卖就好。小囝，你目睭看清楚呢，这两只石狮是用石头刻的呢，不是米粉做的了。安怎？你徛喺边看是不是？你这小囝，你叫啥名？我叫做谢林贵。哟，你有在家你莫走，等下你就知。走。哼，林贵，今仔日家在受理，也若无，迄个恶徒处走3000两银，虽然是小事，也会种下无穷的祸根啊。对啊，林贵啊，你真有力哦，会安尼讲是力大无限哦。都小元话大少爷，你会夸奖。那一个乌老啥，那出个迄个戆咱，安尼乌老街，你是要看大伤呢啊？大惊小怪。啊，等伊出个迄个戆咱啊，无想讲伊咧一顿爱食几啊斗米呢，啊，应该爱出一款力，啊若无吼，咱来去市里饲大只马，佫会刣的。大嫂，你千万袂用安尼讲，今仔日你若毋是四零贵，阿爹敢毋是白白损失3000两银呢？对啦。话虽然是安尼讲，也毋过是咱请的呢，应该嘛是爱甲咱出力啦。啊，咱林贵啊，婚得到大汉啊，甲带一个某予伊嘛。林贵，只要你好好做，带车成家之事，老夫自然会替你做主啊。多小元话甲大少爷你的好意，也毋过我是落魄人，无想要娶某。哦。好啦，娘喂！哎呦，万贵，你记住，讲话，这是拄则遐歹徒，毋甘愿要我来找咱。哎呦，你是要安怎？回去！安怎？拄则恁还阁毋惊死？是咪搁去大嫂要来找阮啦？哈？免来说，啪！
是要求咱所心中意，对吧？小玉，你搁了后白讲啥物？我只是看伊的人品，有亲像是一个做粗工的人。小姐，啊那安尼，你是安怎？哪会我找一个机会，甲伊问一下咧？说要哪会用的啦？是安怎袂用哩嘛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要安怎开嘴？来，你来再看。小姐，即摆花园也无人啊啦，拢无人会知影。行，我陪你来去，甲你作伴，吼。金花，大嫂，啊你是咧看啥啦？无啊，敢无？啊无，我来看你看甲人足足足。你是咧看啥？我嘛看卖啊者。哎，大嫂，花园甲老遐蝴蝶伫咧飞尔。大嫂，请坐啊。金花，啊无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无啊。无晓，安尼我看卖啊者。哦，我叫是咧看啥物稀奇的物件，原来你是咧看四人柜啊。小哥啊，你是一个千金小姐，伊是咱家所请的使用人，一个工人呢。大嫂，工人嘛是人啊。也毋过，伊是一个瘦小囝，敢若是门不当户不对，你家己是毋通自作多情。大嫂，你讲即种话，敢袂伤过侮辱啦？我只不过是咧甲你提醒，我是关心你呀。多谢大嫂的关心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晓安排。我嘛知影讲你知影，也毋过我是烦恼咱柳家后摆会发生迄款不明义的代志，败坏咱家的门风。你讲啥物？我讲你着爱考虑，若是四人柜，伊是一个瘦小囝。瘦有啥物毋好？大嫂，你毋通袂记，你老头厝嘛无伫咧外府路啊。你无啊？你若敢讲会糟蹋我？是你逼我讲的。你。哎呦，小哥啊，等下我是你的阿嫂，你是我的小哥，这是你的叔叔。我做阿嫂的人，嘛无应该管你的代志，对无？金花，莫生气啦！今仔日公公甲你来遐去收租，啊，我嘛答应讲咱隔壁迄个王氏要请一条现金予伊，我无定着较暗才转来。啊，无才麻烦你甲阮照顾一下啦，好毋好？这是我分内的代志，哪有啥物毋好？哎呀，那安尼我着放心，无我来去吼。小姐，即马厝内面的人，逐个拢出去啊，咱哪会不利用这个机会来去花园办你的代志咧？我无想要去。为什么啦，小姐？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呢。阮大嫂拄则讲遐个话。哎呀，小姐，伊毋知啦。行啦，来去啦。也毋过，行啦，好啦，来去啦。行啦。小姐，林贵呀，那阮小姐吼，看你做工会做甲安尼认真，是专工要来看你的呢。多谢小姐的关爱。小姐，即马吼，你人已经来伫遮，有啥物话你若要问，你着甲问。有关是伊的家世啦、身份啦，你拢免歹势，尽量甲伊问。啊，我来去迄边，较等下就来啊吼。小玉。要无遐坐坐？四人柜，我有话想要问你。
听你安尼讲，你讲令尊令堂大受之日，做了盗业，后来搁甲恁放火烧厝，了后又害你拖欠债务，这个一切，我听起来父亲就是令伯父安排阴谋。小姐，小姐，怪我不中情，应该如此动下你。如今家山已败尽，何敢起心怨他人？这既是恁好天爱，情伫心如冷行台。伊向我款待，如山海，真是天心动容在。小姐。如此的夸奖，小人实在不敢当。我看你的前途无可限量，千万唔通为着一时的贫困，而打消了咱二的志气。多谢小姐你的鼓励。但愿你早日脱离苦海，飞黄腾达，到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阵怎样呢？小姐，我来困啊啦！你先困啊！哎呀，天气遐尼寒，你嘛爱较早困嘞。我想要加坐一时。你将我家分文花，哈，小姐，我来分了我，安尼暗暝蒙呢？外面的世都遐尼啊光，若有灯火，这个世景就无水啊。哦。
心情紧落，拄较过会感觉寒。你看伊衣衫单薄，实在真可怜。哦，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讲要请伊来遮烘一下火，啊啉一杯烧酒哦？乱讲，我是叫你领一领衫去互伊教。哦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办法呢。你去啊！等下啦，我来点一下火呢。唔通啦，阿嫂你要转来啊？毋拄好叫伊看到，较小心的，赶紧遐去。凊彩影一下就好啊，较紧的。小姐，我摕来去啊。较小心的，毋通甲伊吵精神。我知影。洗面啦，来，我甲你洗头哦。小玉，你去幼儿园看林桂英衫有家己的身躯无？哎呀，小姐，咱也毋是工人啊啦，遮尔寒的天，伊衫毋甲伊身躯，敢讲伊要遐手会晓？我昨要困的时，感觉真寒。一个精神，原来身躯搁加一领衫，这领是啥物衫嘞？是送摕来？奇怪啊，敢会天送我？独恋出现。一个技术，音乐家在我身躯，无畏相冲。
改名字。情相注意暗欢喜，相从另我可怜，因为成功了兄弟，三生就来搭下对。哦，恁贵兄，哦，安尼今仔日啊，穿真领遮水啊！有水啊，无水？哦，水，啊，较早哪毋捌看你穿啊？嗯？你哪有真啊？这关月赏你的哦。哎呀，元月对咱逐个每一个嘛是真好，哪有对我较特别讲送我的？啊，毋无你哪有真领衫遮水？哇，这领衫是天送我的啊！啥？天送的？那你是讲对讲毋对？天会送啥互你穿？啊，伊哪毋来送我？他偏偏要送你穿？我昨昏第一困是无，精神就伫我身躯的，毋是天送我，无是啥物人送我的。嘿，安尼讲起来，敢若是有影天送你的哦。你穿的偌少咧，你知？拢袂看。贵啊，你真领衫足水的。啊，若我真领吼，歹罔歹吼，穿着真少呢。咱来换一个看卖，我试穿一个讲穿天送的衫，安啥物滋味好毋好？哦，要甲我相换是？嘿啦，无你穿看卖。好。紧嘞，我看个穿看卖，穿看这穿着有较好无？加偌少咧，你知？哦，你有较水多啲。哦，你啊，穿个加遮水啦。哦，毋捌穿过这个衫遮水。哎哟，恁贵兄，我真正想着，我话吼，讲元女叫你这婚姻变好哦。伊讲哦，要带几个朋友转来吼，要开啥物消寒会啦。消寒会。你敢踮遮拼婚姻，啊，我要看咱迄落扫细啊，吼，你着敢拼咧，元月连袂转来哦。哎呦，真贵呀，紧来啦！啊，我衫袂记趁互你啦。哎呀，你穿的哪有要紧呢？哎呦，袂使，人这是天要送互你的，我特别有迄个福气，人穿这。好，紧我是。点。啊，你着敢拼咧，我买了面转来哦，我要趁咧扫地啊。你家看，你身躯穿迄领衫，敢毋是阮小哥迄领珍珠宝衣？嘿，拄对啊，安怎安尼？对对，迄是我昨昏亲目睭看到，小脚遐互伊穿的，敢讲恁某会黑白讲是？我你奇怪。啊，少爷，小奶奶。喂，你哦，喂，你这。丁贵啊，今仔日元月要带几个人客来？你去阮旧桥遐细甲扫互清气，毋知要去甲人客挡着无？阮旧桥是即个阿姨过去扫，讲烦我扫车咧。你甲伊讲，讲是我吩咐，恁两个空客落去调换，你来扫遮的说，伊去扫遐的花园。啊，你是安那嘛？我讲话你是无咧听哟？是，好，我来去。哎，干怎诶？无你即摆咧创啥？我拢看无咧。较等下公公若转来，啊，就有戏通好看。啊？二哥，啊，你莫扫遮互我。是安怎咧？小奶奶吩咐讲，叫你甲我对换，你去扫花园，遮要互我扫。哦，伊讲安尼啊？系啊。好，啊，无这互你扫，啊，我等下变话吼。刘家的这位哦。
元月来办这个消汉会，实在有影，兴趣真多哦。这啊，得感谢两位仁兄，恁请大驾光临嘛，请。好，请。元贵，哇，尊大清的这个衣服，甲看起来，并非凡品哦。刘元贵是富甲一方，名不虚传。但恁的佣人都穿到这款亲袖布衣，因若要讲玲珑甲玲爱啊，这唔免搁再想，一定不较好。对。两位仁兄，你看这领衫外表虽然好看，事实上并无价值几分钱，你过奖咯。刘元贵，你实在也都真顾谦咯。虽然讲，阮唔捌回来讲啊，也毋过对这个物件的贵重啊，加减嘛知淡薄啊。不好意思，这领布衣啊，价值上少嘛千两的文文，免来你讲无值钱啊。四灵柜这个奴才，外表老实，内心狡怪，想袂到，我会去看唔着人。元月，这无定着是一个误会，你应该将代志问一下清楚，你才生气，嘛还阁袂慢啊。误会，明明是我亲目睭看到四灵柜，身穿迄领珍珠布衣，毋是伊偷的，敢讲会是啥物人送伊的？若假使是伊偷的，伊本来遐尔好大胆，甲穿伫身上呢。这就是伊搞怪的所在。伊以为安尼死做，我就袂起怀疑。四灵柜啊，四灵柜，你未免太戆了。我了解的珍珠布衣，敢讲连我也认袂出来心。元月啊，布衣是你对工人买转来，一领互媳妇，一领互女儿，即马穿伫四灵柜身上。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对咱媳妇甲女儿的名声拢无好。我看你也是较忍耐一下啊，将代志问一下清楚的啊。这，哼，四灵柜这个恶徒，毋知什么时阵走入去媳妇以及金花的房中盗取珍珠布衣。来人啊！在。元贵，跟我来去花园，从哪盗伊才四灵柜，上官严办。是。元月，元月。我请你饮一杯。哎呦，你搞安尼，搁在咱啉烧酒，你肯走啦，你肯走啦！哎呀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原话讲你这个衫是偷影，即摆已经派人要掠你上官府严办啊嘞！
啊，我看你紧走啦，紧是我弄的哦。紧来来啊，紧来闭起，我想要做对啊，闭啊闭啊，闭啊，闭啊，紧来。讲你。波伊，阿姨啊，关关，四年归来，我拄才来，伊就位遐走出去啊。对遐走去，嘿，对，是。真贵啊，紧出来，已经走。你咧是要讲？阿奇哥，我确实是我弄要怎样？哎呦，真莫讲啊，真你安全过来较要紧。等，即马是要紧来去走。袂使真啦，迄阵人靠规个拢解围条，迄阵啊出去互都互掠掠去。安尼也袂用走，安尼也袂用走，是要叫我做对去？无安尼，我先带你来茶房遐面，啊，因家若要走，伊门口按较走，好无？好，紧来。公公啊，这领珍珠宝衣是媳妇的，你来看卖咧。哦，原来安尼，四灵柜所偷的，毋就是金花的宝衣咯？公公啊，这是你家己亲目睭看到，啊若无是足济代志，人我拢毋敢甲公公讲呢。媳妇，有啥物代志，你尽管讲。好啦，公公啊，其实迄领珍珠宝衣是阮小姑仔金花送互四灵柜穿的呢。媳妇，这无影无这代志，你是袂用黑白讲的，安尼是会害着金花一生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宝宝啊，当我做新妇的人，敢会去黑白讲话？你嘛知知咧？敢讲我会去冤枉阮小姑仔心？哦，其实哦，若阮小姑仔暗中伫咧爱四灵柜，这件代志哦，我拢知影咧。而且因暗中伫咧幽会，嘛互我看几啊摆。迄一暗落大雪，阮小姑仔是惊讲灵柜去寒着，毋才会叫查某囡仔小叫，遐伊那珍珠衫去互夹着。这是我亲目睭看的呢。我绝对毋相信我的查某囝，伊会做出这款代志来。你搞点物？事到如今，你还阁伫咧袒护着你的宝贝查某囝，这拢是你平常时啊甲成歹去的结果。你，哎呀，公公啊，宝宝啊，毋好生气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这件代志我来去金花的房间，我甲伊讲，公公要看伊穿迄领珍珠宝衣。叫时阵，伊若是无法度穿迄领衫出来，互公公甲宝宝看。啊，若安尼代志，毋就已经明白啊。好，你入去叫金花穿迄领珍珠宝衣出来，互我看。是，公公。小姐，小奶奶伊来啊。哦。大嫂，金花，今仔日公公讲叫你穿迄领珍珠宝衣，去迄个上房穿互伊看卖者。小玉，我的宝衣兄出来。是。大嫂，请坐啊。毋免啦，我等你迄领珍珠宝衣若穿好，我才陪你来去见公公。好。小姐，紧找啊！宝衣放进去啊！无可能，等下房间也无人来处理，找较清楚咧。小姐，我明明记得我有放入去，啊，等你两个是要创啥？你若穿一领衫穿遐久啦？无啦，点咪都兄出来啊！哦。
哇，那珍珠宝伊是偌尔啊贵重的物件咧，佮再讲咱厝内嘛无贼啊，到底是藏伫咧倒位？袂讲珍珠宝伊无代无志的胖见啊？大嫂，我都拢找过啊，找无啊。啊无，敢会有厝内贼？我来点一个火呢。唔通啦，阿嫂顶咧转来啊，毋拄好叫伊看到，较小心咧，赶紧遐去。凊彩影一下就好啊，较紧咧。小姐，我摕来去啊。较小心咧，毋通甲伊吵真心。我知影。咁迄只我叫你遐衫，你无点过看毋着，就把伊当作物件抓遐去互伊。袂啦，你袂记了想，起工的时阵你叫我去看，我明明看伊穿一领粗布新衫。无啊，金花，咱两个欺负饲菜是咧创啥物啦？无啦，大嫂，阮是伫咧想讲，宝伊毋知收伫倒位啦。哦，啊想着袂？想无？哎哟，金花，迄珍珠宝伊是遐尔啊贵重的物件，你哪会遐尔啊糊涂，家囥喺倒位，你家己也毋知影。唉，啊无安尼啦，啊既然都胖见啊，无我带你去甲阿爹讲一下，免互伊两个老大人为着即件代志伫咧尿尿等啊。金花，宝伊咧，宝伊，安怎？宝伊是安怎？宝伊，胖去啊！忘记。金花，你家己嘛搁小详细想看觅，看到底迄领珍珠宝伊，你是毋是有去送互啥物人无？讲，宝伊到底藏伫什么所在？对啊，宝伊真是胖见啊！叶你啊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搁咧欺骗我？你家己看，这是什么？宝伊，是阿爹亲目睭看到伊四零开身穿这领珍珠宝衣，你讲，到底是你送伊，还是伊家己偷的？讲啊！对啊，宝伊是我送伊的。是可怜伊伫咧风雪中，咱哪会记恨？这想要送的一领衫，哪会知影黑暗中遐毋着去，煞去影着宝伊。求阿爹，你原谅女儿一时的糊涂。你给我点去！